听讲也偏有感染嘅门诊。有啊，请问阿伯想要感染系么？一下当年男士呢，为到孙呢好，想要来感染，看介一天么？不过很难解哦。阿伯，当我哋卫生所挂感染门诊，唔是挂后悔，隔摆叫唔是到200口嘅药品部分负担，当然可安用就感染改新冠呢。是药我就做得解脱咯。我爸讲，交朋友可真心，解是人爱耐心。我惊怕我嘅耐心唔老哦。你唔是烦恼，来参加我哋免费嘅感染班，不如专家来教大家正确嘅感染方法。感染期间要用办饮食老运动。很有感染班，很特别咯。做得老其他想感染嘅朋友互相加入啊！阿爸热天做得感染嘅新冠嘅。好哦，为到说呢，我感染去看啊。日片都当关心你老阿婆，上摆长女们检查嘅事情呢。真是咯。系啊，阿爸记得要签时间来做口腔黏膜检查哦。随时有按到咧，去做检查都要特别紧张。阿爸唔是少，检查咧就安心，身体系健康，不吓人长做得放心。好，我将安排时间来检查。